做点这门裹脚动以后脚动点，最好就别动。但是你这样就累。我觉得这场票卖的还不错。昨天来看挺满的。是这几个票吗？前面好多现在玩的。我们看这个取酒这个好像得30个左右，这里还有。那就是五楼那家。中间你没得啦，边上的。五楼那边上的。前面那个。昨天看他们演员唱的基本功和武功，昨天我上海下次积极支持。看戏我没看电影很多人。选择有个微博，你看他的质量不高，讲不高。这个购物的。讲完没开消息了。平王之捉拿叛逆奸臣，避难后活，奉了平王之意，祸害燕初心，捉拿叛逆之臣，伍子胥之军士们，召官去臣。
年曾拜边阙先生门下为徒，只因朝纲不正，无以功名富贵，隐居山林。我有一好友，名唤黄福南，我二人诗酒往来，倒也逍遥自在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庄前庄后，游玩一番便了。
相有一老丈，下马问哪来？老丈请了，请了，那旁来的干是伍子胥。俺不是伍子胥，老丈不要认差了。将军不必如此，我乃山中隐士，当将后方。余下真实无虞，老丈何以知晓？那日大从昭关经过，见华图之上与将军面貌相似，故而冒叫一声，将军莫怪。岂敢！将军今意何往？唉，我有满腹怨恨，要到吴国借兵报仇。心知此间4年，举世高山峻岭。请问老丈，哪条道路可通吴国？将军，你来看，这4面虚实高山峻岭，要往吴国，非从昭关经过不可。或有别路？并无别路。啊！不好了！不相
论老丈尊姓大名，老汉东高国昔年曾拜连雀先生门下为徒。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，敢请坐谢座。将军为何这等模样？啊，老丈啊！
今于东高阁，将我隐藏后花园中，以连今日，令我动儿计。今日又是一天，好不愁我们人
老
可以过得昭官了。怎见得？那昭官画图之上，乃是一年轻壮士。如今将军须发浩然，与画图大不相同。我有一好友，名唤黄福南，与将军面貌相似。待我约他前来，一同设计救你出关，你看如何？安平老赵。哎，有那我明天请皇甫官人过庄以有岁闻名。老丈亲上，受我一拜。不必拜了。贤弟，这几日为何不到庄中一游？祖师雷神少来问候，岂敢？想我小弟不知为了何事，只因楚国伍子胥逃难至此，要往吴国借兵报仇，乃召唤难过。想我贤弟定以妙计救他出关，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仁兄之言，小弟无不聪明，但不知吴将军今在哪里？现在后花园中，快快请来相见。请稍待。有请吴将军。父母冤仇恨，常挂一片心。老丈何事？皇甫官人到了。皇甫兄到了。
黄佛兄在哪里？黄佛兄在哪里？黄佛兄，请坐。请。就闻将军殷殷，日累万耳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话不虚传。余下有日丧家之权，何劳黄佛兄臣在？老丈，黄佛兄到此有何妙计，救我之官？我看你二人面貌相似，就将衣襟调换，黄府官人扮作武将军模样前去教官，那把关之人定然将他拿下，那时趁乱之气混马也就混出招官了。此计甚好，只是连累黄受惊。受惊事小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。无妨，我来救你。你要早些来呀！那我自然看你进得还。
我看来，做什么的？我管的，我管的。放了！你们为何将我放了？我来问你，你可是伍子胥？我是皇甫那，不是伍子胥呀！我量你不着压住手！你们为何胡乱抓人？我再来问你，你可是伍子胥？我是皇甫那，我晓得什么伍子胥呀？量你不着，吊起来打！就对机关安排定，去到高官奏一呈。门上那位听事做什么的？俺老通兵东高公求见将军。后着，启禀将军，东高公求见。哦，先生来了，待我吃饮。先生在哪里？先生在。先生，请。引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！啊，喜从何来？那治了伍子胥，岂不是一喜呀？哎呀，他不是伍子胥，他叫黄甫那。哦，黄甫那，乃是我的好友啊！来，我看哎，你快去看来。东高兄，要救我一救我！哎呀，果然是黄甫那！哎呀，送了下来，送了下来！把守关口，胡乱抓人！来，随我到平王家去。先生息怒。慢来！贤弟，看在你兄弟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哼，若不看在东高兄弟份上，岂肯与你干休？先生息怒，请回去吧。哼，岂有此理呀！将军，日后把守关口需要小心，千万不可叫那真的伍子胥，他就混吃惯了啊！是。
只因平王无道，负那自欺为妾，残害忠良。楚国有识之士，都为此事担忧。哎，这些不言，看今日天气晴和，当将士来，杀他既往便了。有位生之马身里，江上天舟夜行。便用长江后有追兵，日何时啊？那旁有一大鱼小舟，不免叫他将我渡过江去。啊！将船摇过来，来了。身在不与人还我，可还我却为何？啊，可还我何事啊？老丈将我渡过江去。大渔船不渡客人，我乃落难之人，行过方便吧？哦，避难的。好，请上船来。拿了扶手。待我扯起蓬来，一漂泊江上一舟，小小我渡的满船头，看君不是那寻常客，或是忧愁没了头，乞巧我，乞巧我。啊，老丈，何言乞巧二字？实不相瞒，我见壮士相貌堂堂，气宇不凡，并非平等之人。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，因何落魄，请道我其下。我若失去真名实姓，千万不可走漏消息。哎呀呀，江心小舟只有你我二人，但将何妨啊？余下心无命运，自许出国尽力人也。哎呀呀，果然是免夫将军失敬了。你敢？你到江边上岸去吧。拿了扶手。多蒙老丈将我渡过江来，无我可惜。我这里有宝剑一口，尚有其心，价值千金，赠与老丈以为渡江之费。慢来慢来，将军差矣。我有一子父娶汉元，故而渡你过江。今以厚报谢我，非丈夫
广纳平王只有榜文，有人先持将军者，官封万户，重赏千金。那封赏我都不谈，要你的宝剑又有何用啊？且君子无剑不有，请带在身旁，提防不测。老丈接过手剑，请问尊姓大名？日后相逢也好打报。哎呀，老汉着急火急，波浪神崖，告知民信，你到哪里寻我啊？也罢，日后若能相逢，我称你卢中人，你称我豫章人，也就是了啊。日此豫章人，卢中人，这倘若追兵至此，莫使我大吃惊过。哎呀，妻子，我好意渡他过江，反倒疑心于我。倘若从兵将他拿之，不以为德，反以为我。哎呀，这，有了，我不免加一头将，免他一心呐。卢中人，那庞土兵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老丈头江火，头江火。我有人之类落之。
两行亲了。亲了，将军干事失迷路途了。并非失迷路途，我待落难之人，行至此间腹中寂寞，见两行案中有犯，不知可否赠那时？因将军之言，不想此地人士，加之那里尊心难明，对我是民一番之威，又当如何？两行听了。你呀曾开眼我的心难两眼不知泪之所就是让我
是我去而复转，倘若追逼至此，莫使我大此经过。是，将军请稍等。请便。妻子，是我好心周济于他，谁知反而一心于我，也罢。我不免报石头将一死，免他一心天了。换上女子。
家之姑苏在城东，是水云白，困英雄。但本无得凌云志，拜相封侯，谈笑中。按专制，乃无国人士，自有爱惜权怕，胸怀至谋，只因家境贫寒，浪翁殿外未敢远游，就在这吴国城东开了一座入屋铺，前者拉了牛儿2匹牲口，尚未清查，稍时找上门来，少不得又是一场恶气。君子生来运不济，是双方为小人欺啊！可恨关主理不端，怒恼牛儿，我出恶也。嘿，瞧着这门我就有气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出来！是哪一位？过来瞧。哦，原来是牛二哥啊，可不是我吗？请到里面。进去，嘿嘿，进去就进去。二哥，请坐。怎么着？坐下，坐下就坐下。你气死我了！你二哥怒气不息，为出何来啊？我就为你来啊！为小弟何来？我问问你，你欠我那2匹牲口钱，该还我了吧？这几日买卖不好，该日有了银钱，与二哥送上府去就是。瞧见没有？来1趟没钱，来2趟没钱，这么着得了。你这买卖让二哥我做2天得了。哦，二哥要做小弟的买卖，我也当2天掌柜的呀。好，就让你二哥恭喜贺喜，开始大吉，安去。回来！你让我给你看着4旮旯空啊！不成，你呀还得拿钱来。二哥在小弟时来运转，将会奉还就是什么？你还等着交好运呐？你呀，等着走死运吧！怎么讲？你等死运吧！让不逃，怎么着？牛儿太欺骗，
儿知道了，吾听吴清欢双手庇护恩。好听爱儿是吧傻子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啊，他一然回去，你还不走吗？你不走，我这还等着挨打吗？这是哪事情？我也回去了。好仗请转。这位壮士唤我转来，则甚哪？请问老丈，方才哪一大汉？与人怎斗起来？为与妇人手执拐杖，以还昔日。此人莫非惧内不成？不是了，方才那一大汉名叫转之，此人孝义双全，力大无比。那一妇人乃是他的妻子，手执他母亲的拐杖，故而以还今日。原来如此。听壮士讲话，不像此地人士。本不是此池人，哪里人士？楚国建立人也。因何至此？必那至此。到寒舍待茶，该日拜访。到此了。听老丈之言，专之孝义双全，令人可敬。安不语，若得此人报仇之事，可成也。不免前去拜访。朕那是要教随教真君子，求人当求，大丈夫。转兄开门来。哼！饶人已非吃歹汉，吃汉从来不饶人。是哪一位？余下拜访。哦，原来是位壮士，请到里面。请。请坐。有我坐。敢问壮士，尊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？余下心无命运，字子胥，楚国建立人也。哦，原来是林副将军到了，时机了。岂敢？请坐。有我坐。将军为何折腾模样？啊，传兄啊！听话，我当完从我忙，我拿此情来帮我唱，得到对方结兵交来我机缘，见闻得激光千岁，彰显那事，将军何不投奔那里，借兵报恩仇？待我引荐之人，也是枉然。闻得专兄孝义双全，令人可
关主待以借行时，怎敢高攀？余下诚心，专兄何必过谦？于此后堂拜见家母。正要拜见伯母。
中，结拜之后，盘费用尽，一律传无，只落得垂笑。讨饭。
用啊唱，去了。
我觉得，因为明天咱们吃饭烧烤，还有就是说，再可以做，大地山河，图霸业，一同列国之后望信机，复用之徒，敌也无虞。开疆战土费心力，刻苦不堪。大地极了。
父王言教，无人继位，是故强拜为尊。出家公子不敢轻视，唯有玉帝之光，心怀谋略。为此，故内传常离开3层，外罩金袍，刀枪难日，以防不测。今有玉帝有失信前来，岳父不知为了何事。众将有人马可骑，举一西北，哀驾请小夫，哀驾请小夫。将撒下金子王，拿他与儿不上钩。一千岁急了，千岁到，有请遵旨，有请啊！弟兄之心常理，当得一拜，恩受你了。岳父到此为了何事？只因太后有人进得仙玉3类，弟不敢
聘君王一同饮宴，到此就要讨饶，有言代讲。郡王，敌乃一番好意，郡王为何如此多疑？玉帝哪里知道，如今列国之中，人心难测，兄不得不依于压力。休怪呀！
昨日在太湖之上，猛得风寒，疼痛难忍，兄王莫怪。玉帝何不早言，顾命太医与你调治病症？兄王在此，弟怎敢远离？吾报家臣子甚多，你只管调治病症去吧。谢兄王。